今天天气真好，想出门走走，又不知道去哪。不知道要去哪里吗？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1月24、1月25在建金村有闯关活动哦。闯关究竟有什么内容啊？由少年带你体验将军的生活，让你也能在游戏中学习到历史知识，还有濒危植物的导览哦。那我玩累了怎么办？那边有吃的吗？当天有市集啊，有喝的有吃的，各式市集，让你体驗感拉滿。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腦？我有一路，清楚找我有幅圖。1月24、1月25，我們在將軍村等3年哦。將地包袱走路，一步一步計算好，冇最後說話，最後收稿，冇嘢要透露。